聖經金句句句今日朝一句，好開心啊！老友記早晨啊！有人問我嘅主任牧師所寫嘅書名係乜嘢？嗱，聽清楚啦吓！呢本書嘅書名呢，叫做成為健康關懷有影響力的人啊！成為健康關懷有影響力的人啊！那書名也是我服侍30年嘅教會一向推動嘅一種生命嘅目標啊！靚仔牧師希望可以成為老友記有影響力嘅牧師啦。嗱，聽講咧，呢本書已經可以喺新加坡後港嘅基督教書局啊，釋安書房啊，施安書房咧有賣喎。好啦，今朝早嘅金句係羅馬書3章23節，因為世人都犯了罪，虧欠了神的榮耀。羅馬書3章23節，因為世人都犯了罪，虧欠了神的榮耀。嗱，新加坡點樣處理每一日嘅垃圾呢？嗱，以前呢，我記得啊，我去到呢個東北部呢個羅朗夏魯斯咧，嗰啲垃圾咧係掉喺或者埋喺個地底嗰處喎。嗱，當然幾十年後好快就填滿晒啦。嗱，而家咧就改為去到西部揾一個叫做司馬交道啊，一個垃圾大型嘅埋植場叫做司馬交道啊。嗱，因為新加坡咧土地有限啊，遲早都會填滿晒㗎啦，所以咧幾年前咧喺西部嘅DOS 就開咗一間呢個度垃圾嘅呢個焚化場啊，呢個垃圾嘅呢個焚化場，嗱，每一日咧能夠將3600噸嘅垃圾咧嚟焚燒3600噸啊！但係咧好處就係借着火燒燒嗰啲垃圾咧，燒出嚟嗰啲能力、啲火力可以生產出好大嘅電力。聽講咧係足夠供應24萬個4房式嘅組屋嘅供電24萬嘅呢個組屋啊。當然燒出嚟嘅廢氣會妥善嘅處理，就唔會污染空氣環境啦。呢個焚化場嘅電，佢嘅供應嘅電佢自己嘅電都係自己咁焚燒而嚟嘅，所以真係叫做廢物利用廢物利用啊。當然你估唔到嘅就係新加坡一日嘅垃圾量竟然有3600噸啊！呢個係焚火燒嗰啲垃圾已經係有3600噸，等於係360萬公斤，360萬公斤，差唔多係一架軍用兵車係3噸。所以咧，垃圾總共有120萬趟嘅兵車。請問垃圾多唔多啊？垃圾多唔多呢？當然見仁見智啦。因為新加坡係一個細紅點啊，你只係計算呢個焚化火場嘅垃圾，仲未計算在呢個實馬高島司馬交道嗰個垃圾埋積場嗰啲垃圾。嗱，點都好，可以環保就環保，可以重複使用就使用。嗱，個人唔好製造太多嘅垃圾，唔係嘅話，下一代就要承受我哋這一代所製造嘅垃圾嚟埋單啦。你明白靚仔牧師嘅意思嗎？
嗱，同樣咧，基督信仰都係為着處理我哋心靈嘅呢個垃圾啊！原來我哋基督嘅信仰都係為着處理我哋心靈嘅垃圾啦。我哋最大嘅垃圾咧，就係我哋心中嘅罪。我哋最大嘅垃圾就係心中嘅罪。我們嘅靈魂嘅罪啊，就足以令我哋同天父爸爸遠離啦。因為上帝是聖潔㗎。罪令到我哋虧欠了神的榮耀，所以天堂就冇你份咯。所以咧，我哋嘅基督教啊，我哋嘅基督嘅信仰點樣除掉你嘅罪呢？嗱，你要先承認自己係不配嘅人，你自己係罪人。嗱，邀請耶穌進入我哋污糟嘅心。嗱，耶穌竟然願意進入我哋嘅心，正如耶穌啊，係誕生在呢個污糟嘅馬槽裏，所以耶穌在十字架所流出嘅寶血咧，就洗淨我哋的罪啊！耶穌在十字架嘅犧牲就係為着替代我們的罪嗰啲刑罰啦，所以信耶穌就係讓耶穌洗淨我哋嘅罪，就替代我們應得嘅嗰啲刑罰啦。但係天父上帝，我哋嘅天父爸爸叫我哋啊，借着信耶穌，一切嘅罪都得到赦免。單單信耶穌，邀請耶穌進入你嘅心，就足以令你與天父爸爸咧恢復咗好嘅關係。所謂啊，進入天堂嘅電力啊，我哋進入天堂嘅電力咧，就信咗耶穌呢個好似個垃圾變咗呢個電力，罪得到赦免之後咧，你可以得着耶穌嘅祝福咁咯，你明白嗎？嗱，雖然咧有啲深奧，但係這就是認識耶穌，是你一生最美嘅祝福啦。認識耶穌就係你一生最美嘅祝福啦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咯，拜拜啦。